呢個咁好嘅日子咧，我哋首先咧不如拜神啦！咁好嘅日子，我哋請到我哋9位股東、8位股東，咁啊，茂哥、輝哥、譚生、William、簡小姐、唐哥、阿榮、陶哥，同埋我本人。好啦，不如我哋數1、2、3啊！1、2、3。1、2、3。好啦，挑戰與動力，由年頭好到年尾，新英雄啊！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，太平紳士 MH， 請劉業強先生。另外亦都有我哋嘅當地嘅鄉親啦、好朋友啦，梁水發太平紳士 MBESDS， 有請梁喺度。咁我哋既然係一個懷舊嘅冰室，咁我相信冇人會唔識呢一位剪彩嘉賓，就係我哋嘅影視紅星，由50年代做小生做到依家仲係小生嘅胡楓先生，阿修哥，有請胡楓先生。好開心啊，好開心啊，胡楓先生咁當然唔少得佢嘅搭檔，就係金曲之王啦，懷舊金曲係人都識唱佢嗰啲英文懷舊金曲㗎啦，要唔要我唱俾大家聽啊？我唔使啦，費事一陣。好 ，Joe Junior， 阿 Joe， 哇，好開心啊！阿 Joe 咧亦都會今年咧開呢一個50週年嘅，唔係50週年50歲喎，而係佢係邁向50週年嘅演唱會。咁啊，大家要記住買飛啦！買飛千祈唔好揾我啊，因為咧我好難先撲到2張嚟咁多。你揾佢太太啦，佢太太今日都有嚟。好啦，咁啊多謝 Joe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做生意嘅當然唔少得要買啲罐頭啊！你哋食嗰啲咁厚切嘅午餐肉咧，都係喺大陸嗰啲最靚嘅午餐肉嚟嘅。咁我哋就需要出入口㗎啦，係咪？咁我哋請咗我哋一個嘉賓，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、榮譽會長莊成欽先生喺 B.S. 好啦，咁我哋都要顧下啲後生仔㗎，係嘛？雖然我哋後生仔都好中意收歌同埋Joe Junior，係咪啊？係。但係今日都有一個年青有為、非常英俊嘅胡樂賢先生，電視紅星，大家俾啲掌聲。咁啊，成日都喺電視睇到佢啦。咁但係仲有喎，我哋萬邦冰室除咗係譚炳志先生佢爸爸開創之外咧，佢又交託咗俾佢一對仔女，就即係兩兄妹啦。呢兩兄妹咧，哥哥就係譚炳志嘅爸爸，妹妹就係李少榮嘅媽咪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呢啲正要係兄弟班㗎啦啊，好團結。咁啊，固然之咁重要嘅日子，我哋點少得我哋第2代掌門人譚普學先生同埋譚賽芝女士咧，有請。哇！大家都估得好勁啊！咁啊，既然咁高興啦，我哋不如預備剪彩啦。我哋有請禮儀小姐派我哋嘅今日嘅純金鉸剪，有冇啊？仲有個特別嘉賓喎！原來咧，哇後面咧有人支持㗎，胡樂賢，大家都知佢係邊位啊？係嘛？
阿胡太都嚟咗喎，今日做得幾靚啊！我哋啲掌聲，1、2、3，好。